整體嚟講，呢一個嘅流感季節或者今年啦，睇到嗰啲嘅兒童感染流感嘅嚴重個案，或者甚至去到死亡個案嗰啲嘅趨勢，係咪真係同往季去比，或者上年去比係比較嚴重啲嘅咧？係啊，我哋其實一來就擔心啦，二來咧其實都覺得非常可惜。嗱，大體上咧，今年咧我哋夏天咧嗰個流感嘅爆發咧係比以往嚴重咗好多嘅。其實以往咧通常夏季嘅流感多數就大概7月去到8月度咧就差唔多完嘅，但係今年咧就褪遲咗。我哋見到咧其實主要由9月開學，可能大家嗰個去完旅行啊、放完假開始多咗好多接觸之後咧，9月份到10月份咧其實個爆發非常之明顯，一路上升㗎。咁頭先你都有講到啦，其實中間咧，我哋除咗爆發個數目比起今年年初嘅時候嗰個冬季嘅流感更加嚴重之外咧，我哋留意到咧嚴重嘅小朋友個案咧一路增加緊。咁喺嚴重嘅小朋友個案入邊，包括咗好不幸有2個。早前有一位13歲嘅小朋友，同埋最近11個月嘅 BB 咧，嗰2個小朋友過身咧，絕大部分咧其實都冇一個好嘅今年嘅流感嘅疫苗保護。我哋估計咧，可能有機會，亦都係因為啱啱夏季爆發嗰個流感咧，主要係甲型流感 H3嘅型號咧，同之前咧我哋比較常見爆發嘅 H1嘅型號有明顯嘅差別。咁中間咧有可能咧係其實我哋嘅市民，包括咗我哋嘅小朋友咧，嗰個免疫記憶啦，又或者甚至嗰個疫苗今年嗰個免疫嘅保護咧，都係未足夠嘅。